新台老人病院的醫療建築自民國107年4月得到行政院來核定，110年10月動土興建，投入了將近45億的經費，興建地上12層、地下5層的現代化醫療建築，設置大約有450層，日前舉行上梁典禮。教育部的規劃、國發會的規劃、行政院的規劃然後核定，然後開始啟動，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人的努力，那也讓這個台南的醫療界以及所有市民朋友們，在這個年長或是 aging 的這個過程中，有更多得到照顧的機會。所以說，這個老化的速度以及年長者需要被照顧的一個醫療形態，我相信各位在醫療界都比我們更清楚。所以非常感謝蔡總統現在賴總統我們韓院長，我們沈校長有這樣的眼光，也感謝林委員一直能夠在經費一直在增加的過程中，能夠給力，讓這個設計不僅是如期如質，而且能夠這個加碼加點。也感謝我們郭博士，謝謝各位一起努力了。現場出席的除了市長黃偉哲，還有立委陳廷輝、甲林俊憲，佇個新台校長沈夢露的帶領，包括學校醫學院的院長曾小琪、新台附設病院的院長李金華，攏共同出席來見證。鄉前老人病院的工程將邁向最後的完工階段，預計民國116年8月完工以後，將成為台灣超高齡社會醫療甲日照護新典範。台南新聞林根採訪報道。